全球晶片荒让台湾优秀的半导体产业持续受到关注。联发科技启动逾2000人大规模征才，祭出极具竞争力的薪资水准，招揽人才。首先，针对这个毕业新鲜人的部分，我们提供了硕士毕业年薪上看200万，博士上看250万的优渥待遇。那么，另外针对有转职经验的有工作经验的转职人士，那么为了鼓励他们能够提早的加入联发科技，来加速我们各项业务的推动，其实我们也首次提供了这个专业的转职人士的限时报到奖金。那么，我想只要他们能够在今年的10月到12月到我们公司报到，我们就依照资历的不同，提供15万到25万元不等的这个加码的奖金。针对相关科系专业人才求职，北科大电资学院院长黄运贤指出，新鲜人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如果新鲜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能够从大型的公司开始进行的话，会比较好。现在在 IC 设计方面，公司开的薪资福利方面，又是在其他业界里面算是相当的好的部分。全球晶片短缺，迎来台湾半导体机会高峰，其中 IC 设计最具成长潜力，吸引了许多准社会新鲜人及转职人才。原本在系统厂从事网通相关的工作，那研发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喜欢生物系研究，所以我选择比较前端的 IC 设计公司。因为公司的总部在台湾，我比较有机会参与核心的计划执行。那另外，公司又是跨国企业，这对我的职业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成长面都非常有帮助。根据这个产业对于人才需求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设定，一方面学习态度要好，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其次呢，个人的外语能力，还有程式设计功力的一流的程式设计功力，那么再加上呢自己本身对于一些相关的过去有在知名的企业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对于前往科技业去找寻工作的机会会相对的比较大。